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猪哥机啊违法就路，差一点就害死人。台中一个工人为这个工厂开这个猪哥机啊就路，伫个路口准备要转弯的时阵，无注意到捅出来的两支土啊，已经超出到路口。结果有一台两个人相载的奥多麦骑过去弄到，怎伫个空中拍一连，这个骑士甲乘客灌伫个涂骹，摔到大坑细里。警方讲，这工人无按照着规定申请通行证就来就路，罚款3000块。啊，若这个机车的骑士嘛只有16岁，无驾照，嘛是爱罚款。引起个奥多麦经过路口，向并一列，奥多麦顶的两个人拢跋伫涂骹。详细一看，原来是奥多麦经过路口的时阵，弄到头前猪哥车吐出路面的两支土啊。啊，对涂骹啦。对涂骹啊。哎，对涂骹无现场看到。啊，人擦伤的，救护车来到现场，会当看到猪哥车的位置，就伫个大专区，两支土啊就安尼吐出来，含救护车嘛去互炸掉的。找着开猪哥车的工人，伊解说讲，伊无发现讲两支土啊已经捅出路口。对啊，你早上是要倒？哈，你早上是要倒？要加油啊！警方调查，工人并无申请，就开猪哥车上路，会先罚3000。另外受伤的奥多麦驾驶，因为警方嘛查出伊只有16岁，也无驾驶共款违规。无照驾驶的部分是处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以下。警方表示，像猪哥车、怪手、山鸟，拢是爱经过申请才会当上路。伫咧路练的时阵，嘛爱申请交通的管制，啊无共款拢会开罚单。